根據台南市府的統計，這市內呢有7個古蹟是有收費，所以舊年來行大的人是憑準領，還閣較減19萬人次。這當中赤崁樓是予民意代表來點名，講宣傳甲行銷是做了無夠。也那文化局是解說講，主要就是舊年受到風颱的影響，佮加上部分所在是當咧整修，所以有的景點才會較無人客。來台南除了去吃美食，嘛有人會去看古蹟。一透早就真濟遊客排隊等要買票去參觀。根據交通部觀光署統計，來府城佚佗的舊年比準領增加2倍。就算人有增加，不過新計處統計，文化局的赤崁樓、安平古堡等7大收費古蹟景點，舊年含準領來遊客煞減19萬人，門票收入嘛對咧落。遊客數下降3.6%，那尤其是以赤崁樓文化園區下降的最多，可想而知，海神廟的修復在去年的狀況，但今年已經修復完成。旅遊服務中心的部分也要求文化局趕緊盡速來完工，讓我們整體的赤崁文化園區的最後一個拼圖以及地下停車場能夠加速完成。明代特別點名赤崁樓，因為修復工程影響到遊客入園的意願，唔望未來第2期工程含旅服中心完工了後，通加強觀光宣傳和文創商品的策略。另外，其他古蹟內面嘛是有成長的，像山上輝煌水的博物館、指定化石園區表現攏袂歹。那這幾年我們也開發了眾多的課程，包括像是攀樹，或者是蜂農體驗等自然課程。前來這邊參加活動還有課程的人數，基本上是已經慢慢達到一個穩定的狀態。風災之後呢，事實上從7月一直到年底，大概就是一個非常長的一個修復期，入園人數是降低，但是事實上呢，從今年開始，我們其實也很努力的去進行古蹟的推廣。根據文化局統計，今年1月到6月，其實收費的古蹟景點有90多萬人來，參舊年同時間比人數有真大的提升。那展售部的營收嘛比同期成長4成7。文化局強調，因為重視人次的數據，更加注重遊客入園了後的參觀品質和文化體驗。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